今日咧我就約咗個喺 Facebook 嘅認識嘅朋友，就上嚟公司傾下偈。咁呢個朋友咧就做個保安咧，就2、3年時間咧，已經退咗休人士。不過咧喺 Facebook 咧，我就見到佢成日出 post 就整啲圖片教人點樣去做保安遇到嗰個問題去點樣解決。我覺得佢都寫得幾好嘅，內容都簡單清晰，對於新入職嘅同事咧都有啲幫助。所以咧，我今日特登約佢出嚟咧，就上嚟你公司咧就傾下偈，希望大家有機會合作，將保安呢行咧做到更加專業化。咁我哋本身公司咧，我哋公司叫林輝煌服務有限公司。呢間公司咧亦都係成立咗超過5年時間啦，由本人林 Sir 負責嘅。咁本人咧亦都喺呢行咧做咗超過25年以上。喺5年期間咧，亦都協助咗超過100個盤揾到保安員返工。協助咧就大概就有1200個保安員啦，就曾經協助佢哋揾到工作嘅。咁如果大家有需要本公司協助嘅，請大家喺 WhatsApp 入邊留個電話俾我，我會盡快回覆大家。OK。